新北市国际风吹节是办伫中秋假期，为着避免交通大拍街，所以市政府针对一般民众呢是敢若开放乌托邦，也阁有计停车入去，无这就是爱停伫指定的停车场，才阁搬交通车过。也毋过这款规划煞互游客是减真济。古锥风吹飞伫天顶，内面有石具、太空人、机器人各种造型，互新北市港的天顶十花五色。不过今年因为新北市府交通规划，要求民众敢若会当坐计程车，也是骑机车来，互今年新北国际风吹节游客比演过减真济，包附近店家生意受到北捷影响。有影响半上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可以让自己进来，或是开放一些停车场，让那个游客可以进来，我相信应该会带动不一样的人潮。不方便啊，因为这就很近的停车场啊。对啊，再不开放，又要去找别的地方。今年因为这个交通管制，还有相关配套措施规划不当，那导致周边的店家、餐厅生意冷淡，甚至一天不到一桌的这个客人。市府解说，因为过去风吹节附近交通就会大乱，今年才会全面实施交通管制，敢若开放乌托邦甲计程车进入。市府也有提供免钱巴士接送游客出入。目前渔港里面有3个停车场 ，P1 停车场我们是提供给有身障手册的民众，还有我们的工程车辆、工作车辆。那另外第2停车场，因为我们按照去年的经验来看，进港的摩托车数蛮多的，所以我们今年第2停车场改成全部交由摩托车这边来做一个停驶。店家指出，虽然今年交通状况确实好足济，不过贸生意减一半以上，希望市府未来会当恢复开放民众停车，再个看停车状况，调整交通措施，才袂影响到游客来佚佗的意愿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北报道。